怎么样心是有力的哈？佛陀有讲五力，五根五力，有信心的这样的心是有力的，有精进。我们人有信心的时候，他很有勇气，很有努力为行善的这样力气。有精进的身心的力量的，它是有力，它本身就是力量。有正念，它可以保持很好的状况，这也是有力。那有禅定的心是非常有力的。那有智慧，闻思的智慧乃至观智的智慧，它明辨是非非常有力，乃至有道果的心，就证得道果的心，有圣道圣果心是最有力。所以这些心都是有力的。总之，善心是有力的。当然，贪嗔也有它一定的力量，它也有它的精进力，也有它影响外界的力量。但是善法的力量是更殊胜的。